Hello，大家好，咁啊嚟到1月25號啊，咁就有11場嘅賽事啦，就做 A+3跑道，咁啊最近咧都 keep 住咧都係跑11場嘅賽事，星期三就跑9場噶啦，嚟緊都係咪會跑12場呢？咁啊大家都有目共睹啦，唔好淨係話跑香港12場賽事啊，你淨係11場加夜馬係9場。再加埋最近開始㗎啦嚇，嗰啲越洋賽事啊，星期六啊會出現啊咁樣，其實而家都係隔幾日就會跑馬嘅。咁如果嚟緊開埋從化嘅話咧，咁我相信有朝一日咧都真係每一日都會跑馬。唔知呢一日會唔會出現呢？好啦，咁啊講翻呢一日咧都有一場嘅介紹同大家分享下嘅。咁啊未講之前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富仔嘅賽馬群組啦。咁有晒賽前嘅心水精選嘅場次，即場會有2重彩啊、4重彩啊，咁我都有推介俾大家。咁啊歡迎大家加入富仔群組咧，可以支持下我啦。好，咁啊今次咧就揀咗第9場嘅200就1200米嘅賽事啦。咁呢一組咧我都覺得幾好睇嘅。咁暫時大熱門咧就係4號嘅標誌星河啦。咁呢隻馬喺1200米嘅賽事都係好耍家，亦都係同阿潘頓好夾啦。上一場嘅賽事啊，唔知大家點睇咧？走外跌衝上嚟跑過第4，騎落去隻馬咧就好似個反應就冇之前話咁鋭利。咁今次埋門都功夫正常啦，做翻課大閘啦。咁嗰課大閘睇落去都好似冇乜嘢咁樣，但係真正出嚟跑嘅時候又會唔會上一次咁樣咧？我係有少少擔心嘅。咁但係你4處都要揀佢啦，畢竟隻馬都仲係好 fit 啦。希望唔好話好似上一次咁樣嗰度 kick 令嗰隻馬就唔可以話繼續交出一個好嘅表現啦。咁我自己咧呢一場咧，我比較上中意1號嘅笑傲江湖啦。咁其實呢隻馬撇除初出嗰一場未有好 ready 啦，上一場賽事上到去跑1400咧又留得太後啦。其實隻馬一推落去嘅時候個反應都唔算話太過理想，何澤堯都冇點樣再大力推騎落去嘅。咁如果你睇翻前一場跑1200米嗰組咧，就係信心星啊、魔術控制啊，佢嗰場咧都係入邊失結，好遲先摸到空，一衝上嚟就跑到第3。如果你同隻標誌星河大家做一個比較嘅話咧，咁我覺得笑傲江湖今次又一檔又翻嚟跑1200。嗰個嘅走勢會令我會揀佢先咯嚇，所以我第一批我中意笑傲江湖先。咁再數落去2號嘅陸續無限啦，呢隻馬佢係飄忽。但係佢飄忽得嚟，佢唔代表佢係冇能力啊！如果呢場嘅賽事突然之間又翻嚟嘅話咧，真係有權掃晒，因為佢以前喺呢個路程一爆上嚟嗰個變速力係好勁，我真係好驚呢啲馬咧會突然之間翻嚟啊！咁所以我覺得配腳方面咧都可以兜翻佢。咁1、2、4呢3隻馬我會揀，咁而第4隻咧我就會包翻爆嘅得到後王啦。咁其實呢隻馬上一場嘅賽事我自己都有品提過，就係喺神貨觀感咧都開始見佢快跳逐步上翻力啦，個狀態翻嚟嘅。咁今次咧紀陽安繼續騎，繼續排到個唔錯嘅檔位。上次跑到第4，今次有冇機會可以再跑近啲咧？咁我啲配腳方面見到可以兜埋佢嘅。所以呢場嘅賽事我揀1號嘅笑傲江湖啦，2號嘅陸續無限啦，4號嘅標誌星河同埋爆嘅得到後王俾大家呢4隻馬買2重彩啦，或者係連人及位置 Q 啦，咁大家自己中意啦。希望可以幫到大家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，拜拜。